现代台语版圣经《撒母耳记》上卷第1章，有一个人叫做以利加那，伊住伫以法莲山区苏弗宗族地带的拉玛，伊是以法莲人苏弗的元孙，托付的曾孙以利户的孙亚罗罕的囝。以利加那有2个某，一个叫做汉娜，一个叫做比尼娜。比尼娜有囝儿，汉娜无囝。以利加那逐年对伊的本城上去示罗敬拜上主万军的统帅，搁对伊献祭。以利2个囝何弗尼甲菲尼哈伫遐做上主的祭司。以利加那逐遍献祭，拢分献祭的肉，互伊的某比尼娜甲伊的查某囝各一份。毋过以利加那互汉娜较好份，因为伊疼汉娜，可惜上主互伊无生囝。因为上主互伊无生囝，甲伊做对头的比尼娜不时激伊，互伊硬心。即款代志逐年在发生。逐遍汉娜上去上主的厝的时，比尼娜照常安尼激伊，伊就啼哭食袂着饭。伊的丈夫以利加那甲伊讲：汉娜，你是安怎伫哭？是安怎毋食？是安怎伫伤心？有我减无比有10个囝较好。因伫示罗啉食了后，汉娜就徛起来。迄时祭司以利坐伫上主的殿门条边的座位。汉娜的心艰苦，对上主祈祷，直直流目屎。汉娜下愿讲：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你若真正关心你女婢的苦情，眷顾我，无袂记得你的女婢，使你的女婢生一个后生，我要甲伊一世人献互上主，拢袂甲伊剃头。汉娜对上主祈祷无停，以利注意看伊的喙。汉娜静静祈求，只有喙唇震动无出声，所以以利想讲伊是酒醉。以利甲伊讲：你要醉偌久，毋通阁啉啦。汉娜应讲：先生，我无得罪，我是一个真伤心的查某人，无酒交酒拢无啉，不过是伫对上主吐出苦情。毋通看你的女婢做歹查某，我祈祷无停，因为真怨叹，心艰苦。以利讲：你平安倒去，愿以色列的上帝照你所求的赐予你。汉娜讲：愿你的女婢对你得到恩惠。汉娜倒去，食饱了后，就无阁忧头甲面。隔日，因真早起来，敬拜上主了后，就倒去因伫列玛的厝。以利加那甲汉娜同房，上主袂记得汉娜。汉娜就怀孕，到时生一个囝，甲伊号名叫做撒母耳，意思是伊是我对上主求来的。以利加那甲因全家拢上去示罗，对上主献年祭，搁谢伊所下的愿。毋过汉娜无生气，甲伊的丈夫讲：听候囡仔2年，我才带伊去献互上主，一世人住伫遐。
伊个丈夫伊直加那甲伊讲：你若看做好，就安尼去做。听候囡仔长年才去，愿上主实现伊个话。负责人就伫厝内邀囝到伊长年。囡仔长年了后，汉娜就带伊去示罗上主的厝，搁带一只3岁的牛犅，10公斤的幼米粉，1皮袋的酒。迄时囡仔还细汉，因就杀迄只牛犅，带囡仔去伊里遐。负责人讲：先生，我确实就是以前徛伫你面前对上主祈祷迄个负责人。我对上主求即个囡仔，又照我所求的互我，所以我将即个囡仔献互上主，互伊一世人服侍上主。因就伫遐敬拜上主。